享受住珠海海風嘅同時，住你向往嘅四合別墅，圓你嘅濱海夢。海泉灣時光聚係百年嘅央企中國旅遊集團，坐落於珠海嘅明珠，整體5.1平方公里嘅溫泉度假生活。作為灣區海岸線上邊嘅代表，私藏住一條2.7公里嘅海岸線，一齊嚟睇睇到底有幾靚？呢個項目位於灣區嘅核心，佔用住港珠澳大橋、紅鶴大橋、鶴港高速、黃茅海跨海大橋等，都係黃金走廊，連接住粵東、港澳，承接住粵西。關鍵就係呢條黃金走廊咧，就將於明年全線無縫接駁晒啦。海泉灣時光聚係以全球罕有嘅海洋溫泉為核心，涵蓋住2座5星級嘅標準酒店、108個世界風情溫泉泡池、神秘樂園、漁人碼頭、夢幻劇院等成熟嘅旅遊設施。整體咧就借鑑咗新界坡城市花園嘅理念，建築面積咧就以2000尺到2300尺為主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套單位係2000尺嘅，總共有3層。成個戶型採用咗簡約嘅風格設計，首層嘅客廳同樣係客餐廚一體嘅化，俾到更加闊落嘅空間。同樣都會配備翻一間房同公共嘅衛生間，可以俾到你屋企嘅老人家。咁呢度推門出去就係你一個私家嘅花園。咁上到嚟2樓咧，一共就係做咗2間房嘅。咁呢間咧就係兒童房。如果你覺得呢間房細咧，可以將呢個陽台封咗佢，咁呢間房咧就夠晒用啦。隔離超大面積嘅主臥，仲配一個小露台，女主人嘅專屬衣帽間，為你嘅愛人提供一片扮靚嘅天地。至於負一層係打造咗一個家庭影院嘅空間，私藏個紅酒櫃，咁一家人咧同埋朋友都可以喺度一邊品酒，一邊實現電影院嘅視覺享受。同樣呢度都係設計咗一間房，因為交付嘅時候係清水樓嘅狀態啦，所以隔離嘅位置可以改成一個公共嘅衛生間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總價290萬咧，再擁有呢一套屬於你自己嘅別墅啦，而且仲係現樓交付，即買即收樓添。港澳人士仲可以做銀行上會啊，咁首期大概就係58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咁時光聚呢個樓盤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大細戶型嘅別墅嘅，咁有興趣嘅朋友記得WhatsApp翻我咯喎，買樓揾阿星，唔會懵成成。